禍福產生嘅。點解有時候咧，醫生俾嘅日子未必係最好嘅日子咧？各位準爸爸、準媽媽要留意啦。咁如果咧你嚟緊要生產，而咧有可能你需要咧叫禍福產生嘅，咁你諗緊我要跟醫生嘅日子啊，定係真係揾個師傅去計翻個日子咧？咁你可以聽完呢個視頻先決定。咁點解有時候咧醫生俾嘅日子未必係最好嘅日子咧？因為喺我哋經驗睇到咧，醫生好多時候會係嗰段時間佢比較方便安排佢嘅手術室喎。原來上一個半小時有上一個客人，有上一個 patient 喎。咁之後我連續做2個 patient，我時間咪容易啲咯。咁但係未必係對你嘅小朋友同埋你係最好嘅喎。咁但係我哋如果係真係剖腹產日子，我哋有啲咩要考量呢？或者有啲乜嘢可以達得到呢？第一係小朋友嘅性格。咁我哋會俾爸爸媽媽知道，大概呢個日子或者呢個時間出生嘅小朋友，佢性格係點樣嘅？你係咪中意呢一種性格啦？咁第二樣嘢考量咧就個大運，第時賺錢嘅運如何啦？有冇工作能力啦？呢個亦都會幫你講啦。咁第3點我哋都會考量嘅就係健康，健康係非常之緊要。咁喺5行平唔平均啦，會唔會一個健健康康、快快樂樂嘅寶寶啦？咁同埋第4點就同父母嘅緣分啦。同父母關係、人際關係係如何？咁如果要呢4點都好嘅，你亦都係可以啦，聯絡我哋去到做一個剖腹產日啦。咁但係咧日子盤可以好多，好唔好嘅，我哋都係睇你同我哋有冇緣分，同埋你同 BB 嘅緣分福氣如何啊？咁我祝福你哋生產順利。